是中华民国113年的国庆。总统赖清德以团结台湾、共圆梦想为主题，发表着演讲。针对着两岸关系，总统讲，中华民国已经伫个台湾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定根生态，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。互不隶属的意思就是双方的地位平等，是两个无同的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总统讲，中国无权代表台湾，这嘛是赖总统就任第一届的国庆谈话，讲到台湾44届，讲到中华民国8届，讲到中华民国台湾2届。我们齐聚一堂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一起为今天美丽的台湾喝彩。总统赖清德上任后头一摆国庆文告，感谢先贤先烈为民主贡献，牵动台海稳定的两岸论述，和世界各国拢伫咧关注。现在，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。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。讲台湾就是台湾，坚守民主主权，迈向中国释出善意，共同维护区域安全稳定。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，能够发挥影响力，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，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，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、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。对外护卫主权，对内和平团结。无论我们来自哪一个政党，无论我们主张什么政治立场，国家利益永远高于政党利益，政党利益永远不能够凌驾人民的利益。赖清德文告讲到44摆台湾，8摆中华民国，2摆中华民国台湾，专门同有关团结合作，跨世代守护国家。大家不论喜欢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，是台湾，还是中华民国台湾，我们都要有共同的信念。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。赖总统国庆文告内容，跨世代、跨族群、跨省，无论是倒一派立场，敢有相像，拢是伫咧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家落地探亲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